妈妈，请你呀保重，蔡连真。逐冬若到5月，国中庆祝游桐花，甲母亲节的活动，无论是伫网络顶头，也是街头巷尾，拢是网友、厝边隔壁、亲戚朋友挂伫厝边的话题。游桐花的5月色，互人有一种诗情画意的境界。若讲母亲节，应该是咱所有的人爱共同参与的代志，对不对？算袂完的歌词，所描写甲形容的，拢是阿母一世人辛苦打拼的经历。囡仔时代，电目睭八金，就看到阿母亲像甘露共款，规工伫厝前厝后转无停，甚至真想要走去甲揽一个，也是去互伊抱一个、笑一个。毋过伊拢找无啥时间来甲阮影一个。迄时的我，虽然心肝内感觉真郁卒，目屎强强要滴落来，毋过阮要是目屎干嘞，惊去互阿母看到，会增加伊的负担。毋是阿母无惜阮，嘛毋是伊无要照顾阮，实在是环境甲经济压力所造成的。迄个年代，定定有人讲，囡仔人拢是食饭卡中的，完全毋知影大人的轻重，嘛体会袂出什么是人情世事。事实敢真正是安尼？敢讲囡仔拢是天真活泼，逐工无烦无恼咧过日子？阿母会遐尼操烦，嘛毋是计着会啉会饱，也是毋做工课的阿爸，实在是因为落土8字命。因拢出世伫艰苦人的家庭，想要食一顿饭，毋管炎天赤日头，也是雨淋水滴，风寒霜冷，生命嘛着拼，何况阁要饲规大阵的囝儿四世，哪有闲工通来甲囡仔耍，甲囡仔办公伙仔咧？因若有时间，会当来教示阮一寡做人做事的人情义理，嘿，就真无简单啊！透早透暗，时间的过实在真紧。阿母伊乌深深的头毛，呀白啊，规面的了痕嘛愈来愈深，尤其是迄双工课做袂煞的手，是粗甲袂输煞纸咧。这互人心酸的情景，看伫阮的目睭内，心肝头一阵一阵是较惨，食毋得胃。阿母会记得你捌唱过《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》迄条歌，互阮听。现此时的我，就若像歌词内底所写的同款，无论伫天边也是海角，拢毋茫做一个坚强的乖囝。虽然
伫外面咧拍拼，无法度亲像较早，逐工拢伫你的身躯边。毋过，阮的心内真正是要甲你讲，妈妈，请你保重。